大家好，我係小珍妮，我喺澳門嘅美業已經40年啦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創業故事。喺1983年，我毅然放下我家族嘅飲食生意，去追求我自己嘅理想。我一開始接觸美容呢，係喺我整頭髮嗰間髮型屋度嘅。咁當時澳門呢，仲未係好普及嘅美容院。髮型屋度呢，有位姐姐，佢就話用個雞蛋白同我敷面啦，就又白又滑㗎啦。好有趣喎呢樣嘢！呢件事呢，就萌生起我對美容嘅興趣。我為咗對於呢一方面呢，追求更加多嘅知識，我就去香港參加咗一啲國際嘅美容師課程。1986年呢，我就開設咗而家呢個珍妮閣到今日啦。咁多年嚟呢，得廠商同埋品牌嘅邀請呢，我獲得多次歐遊學習交流嘅機會。我哋將歐洲新嘅技術帶返嚟澳門，服務我哋嘅客人，同時得到社會嘅認可，並獲得贊助1987、88、89年嘅澳門小姐選舉美容課程。呢段經歷呢，喺澳門嚟講啊，可以講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㗎啦。今日我心裏邊仲有一個熱誠，就係我希望我嘅客人呢越嚟越靚，同埋越嚟越有自信，咁我就更加有成就感啦。我係小珍妮，今日我哋分享到呢度，大家俾個心心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